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首囡仔歌是安尼念：讲火金果来食茶，茶烧烧食金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就是蕉，金蕉的蕉，读子药蕉第一条。读蕉这是读白音。台语字典解说蕉是一款果子名，像咱讲金蕉、芭蕉，啊嘛有莲蕉。莲蕉有人讲是美人蕉，开的花代表是莲蕉花。结婚的时，新娘后头厝会送给新郎，代表祝福好囝来出世。另外，还有蕉类树仔叶啊，就是蕉叶，用蕉叶的纤维织出来布，或做蕉布、蕉仔布。另外，无人讲是蕉褂，若做的衫，或做蕉衫。像讲琉球 Okinawa 生产蕉布已经有500年历史啊，互日本政府列作是重要无形的文化财。若这里文音读做蕉，像讲芭蕉，嘛有人读做芭蕉，也佫有芭蕉线，有人读做芭蕉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稳金蕉，嘛有人读做稳金蕉，意思就是把还未到婚的金蕉包起来，互伊较紧到婚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金蕉讨囝为囝死。字面的意思是讲金蕉若是不生芽、不生意出来，安尼原来金蕉长就会死，用来比喻父母为囝牺牲甲付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种金蕉来请养囡仔过3顿，烧金蕉了后，就会稳金蕉，互金蕉较紧到婚，才会当卖人趁钱有收入，互囡仔纳注册费。有影是金蕉讨囝为囝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蕉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蕉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